所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黃錯德，因為佢得報教義穩固同埋正式時到少依賴老師協助。第二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何宇軒，因為佢願意嘗試進食唔同嘅食物，同埋能夠適應校園生活。第三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郭音樂，因為佢學習動機增強，能適應校園生活同埋寓意新鮮珍惜不同嘅食物。第四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曾超象，因為佢能主動與人打招呼，各學科嘅學習表現有提升，同埋勇於接受挑戰。第五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徐志成，因為佢擔任一人一的時表現良好，課堂表現有提升，同埋喺聯校滾軸溜冰比賽發揮潛能。第六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吳敏晴，因為佢能保持情緒穩定，協助完成班務同埋與人溝通嘅動機有提升。第七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林林兒，因為佢刷牙嘅動力有提升，正式時仔細咀嚼同埋關愛同學，展現仁愛嘅價值觀。第八 A 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黃樂兒，因為佢自理能力有進步，積極參與課堂活動，盡忠職守，展現出承擔精神。第八 B 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李日涵，因為佢主動幫忙完成班務，主動幫助同學生嘅參與活動，注意進食班佢嘅水果同埋蔬菜。第九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劉澤源，因為佢喺行為表現有進步，變得誠實，同埋對同學有愛，能學習照顧他人。第十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梁俊熙，因為佢愛惜時能保持情緒穩定，用心學習同埋關愛他人，幫助同學。第11A 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
係季永琪，因為佢主動分擔班務，認真投入學習同埋記憶力量有提升。第11 B 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吳康琪，因為佢能夠發揮仁愛精神，協助工友，樂於嘗試不同嘅活動，同埋上課認真積極學習。第12組得到自我挑戰獎嘅同學係古善如，因為佢說話表達、聲線控制有進步，能烹調、揀得菜式同埋發掘對加油站侍應嘅興趣。